咁多位大家好，又係我張美雄啊！咁多位朋友好耐冇見啦，因為呢排實在太忙，所以少咗 YouTube 嘅影片，請大家見諒。但係一係就唔 update， 一 update 就有我哋區內重磅嘅好消息啊！對我哋將軍澳交通非常之大嘅幫助，過百億嘅工程 T2 主幹道即將今年之內就完工噶啦，到時就會全面通車噶啦。之前睇過我哋影片嘅朋友都知道，現在嘅6號幹線只係成熟期，開通咗嘅部分只有中九龍幹線、將南隧道，但係最重要嘅其中一段，即係接駁西邊嘅中九龍幹線同埋東邊嘅將南隧道嘅 T2 主幹道同埋茶果嶺隧道仲未完工㗎。嚴格嚟講，揸車由將軍澳去西九嘅朋友咧，仍然未暢通無阻。距離傳說中將軍澳去西九12分鐘都唔使啊，仍然係有一段距離㗎。為咗加快 T2 主幹道嘅步伐，每次我哋見到路政署負責嘅部門都好似唐僧上身咁樣，希望可以快啲完工啊！而路政署嘅負責同事之前已經覆咗我㗎啦，全力爭取今年之內會開通 T2 主幹道，到時12分鐘去西九不是夢。呢個過百億嘅工程係包括一條3.4公里雙線雙程嘅主幹道，其中有3.1公里係隧道。工程亦都包括2座嘅通風大樓啦，大量土木、環境美化、機電工程。當 T2 主幹道完工之後，全線11.9公里嘅6號幹線就會全面落成㗎啦，係我哋第3條橫過九龍嘅幹線公路。到時我哋將軍澳居民去西九文化區、去高鐵站、去郵輪碼頭、去啟德發展區、去九龍東嘅商業區都會快好多啊！而我哋將軍澳嘅交通終於變成夠睇啦！落成之後，張美雄我亦都會爭取區內嘅巴士路線全面調整，譬如九巴嘅290E 啊、49號 E 啊、城巴嘅795啊，或者機場嘅巴士快線 A28X。轉經呢個新嘅 T2 主幹道同埋中九龍幹線，再爭取佢哋全日化，方便翻我哋將軍澳同埋西貢嘅街坊啊！你嘅意見係點？歡迎留言俾我 ，like 同埋 share， 最緊要撳一撳鐘仔，訂閱我頻道，一旦有新嘅影片可以即刻通知你啊嘛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